啦，正進入直路啦。前面呢就赤馬雄風鬥緊呢隻肥仔精神嘅時候啊，英俊飛驅沿住個中檔追緊啊。內欄嗰邊仲有呢隻就海船幸運啊，馬林中間穿插而上，仲有呢隻火焰閃爍啦。外邊壓住佢就加州星號啦，出邊追旗幟鬥士，外邊仲有美麗在線啊。最後百零米啦，英俊飛驅大步大隻走嚟一個身位，火焰閃爍呢個時候揾到位追緊上嚟，火焰閃爍中間追緊埋邊，英俊飛驅兩匹馬相當接近，第3名埋邊彭越，出邊係加州星號啊。結果英俊飛驅大步大隻走甩先，火焰閃爍佢都全程貼欄㗎，沿住個中檔左穿右插揾位，咁啊逐步追上嚟，埋邊英俊飛驅，出邊火焰閃爍要影相，第3呢，埋邊藍眼罩彭越，出邊第4名係加州星號。好近喎，出邊定入邊呢？出邊係火焰閃爍，入邊係英俊飛驅。第3啊彭越，第4呢嗰隻都好冷啊，加州星號。係咪都頂到啊？好近，即係睇唔到咯，等真係睇唔到。好近。臨尾又落到大熱。